嘉南市對偏鄉到市區39間國中小學校長一一就台接受聖心公德會的教育助學金。公德會創辦人體會到只有教育才會當真正改變因的命運，把原本建廟奉菜關聖帝君的心力轉變做實際的助學行動，讓因仔無閣因為經濟困難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呢希望呢能夠把這些獎助學生托我們的校長帶回去給各個學生他們所需要的這個獎助金呢拿到他們手上以後呢也要教育他們在長大成人以後事業有成，也可以回饋一下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希望我們的校長回去呢能夠好好的鼓勵學生。這回總共將近10名學生受惠，公德會成立到今已經超過32檔，會員每一檔捐助1,200，顧問捐助1萬，用小小的善意組織成一個力量，守護在地教育的第一線。未來公德會嘛將持續號召更加濟資源甲善心人士，讓善的循環不斷擴大。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